本身想攞啲物資入嚟，但見到呢度嘅物資比我想象中仲多，嘢飲、嘢食定係生活嘅必需品，呢度都一應俱全。甚至係體積比較大嘅棉被都一車車咁送過嚟。我相信未來幾日會有更加多嘅物資送入嚟大埔呢度，救濟上千名痛失家園嘅市民，同每一個身邊嘅人講一聲：香港人加油！危難中，我見到嘅係香港人嘅愛。而家嘅時間係1點43分，我喺東昌街社區會堂呢度，見到過百名因為雲福苑大火而無家可歸嘅市民。本身想攞啲物資入嚟，但見到呢度嘅物資比我想象中仲多，嘢飲、嘢食定係生活嘅必需品，呢度都一應俱全。甚至係體積比較大嘅棉被都一車車咁送過嚟。我相信未來幾日會有更加多嘅物資送入嚟大埔呢度，救濟上千名痛失家園嘅市民。呢度雖然物資充足，但係人手並唔足夠，因為物資送達之後需要有大量嘅人手搬運同整理。即使已經係深夜時分，依然有大量嘅市民協助社區會堂嘅運作。我希望睇到呢條片嘅你都可以行出嚟睇下我哋嘅社區有冇人要幫手，同每一個身邊嘅人講一聲：香港人加油！